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7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12到22节，撒母耳记下卷11章22到27节，罗马书15章22到3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的计划。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俗语，这样说：人算不如天算。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人是有限制的，你再怎么样计划，总是跟不上天的变化啊。即便是很多人认为自己非常有权柄、有智慧、有能力，可以控制某些层面的事情，但是真的人可以计划控制所有的事吗？当然是不行的了哈。我们就举最近这个防疫的事情来说哈。虽然加州政府已经开始了，从这个6月16号开始全面的重启啊，就是说疫情减缓了哈。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因为各国的疫情呢又再度的升温，包含加州，包含整个美国也都差不多了哈。那加州政府在上周末呢也再度宣布有室内的口罩令。疫情不如官员们想象的那么的容易，那么的简单，或是他们的计划一样那么的能够受控制。我们可以了解大家所期待的这个经济正常运作的这个事情这个期待。但是疫情如果无法完全的控制，许许多多人失去了生命，那如何来经济活动的需求呢？非常可惜的事情，当州政府这样宣布之后，就看到洛杉矶县的警察局，他们决定违抗州政府的命令。他们的理由是说，戴口罩并没有科学依据，因此他们决定抗命，不执行口罩令。这样的人的计划是否能够帮助防疫呢？或是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呢？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疫情虽然渐渐受到控制，但是最没有办法好好控制的，就是那个资源最丰富，也是最有能力，自认为最有能力的地方首长们。我们看旧约的圣经，就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王他因为贪爱女色，就设计了手下的将军乌利亚把他送往前线，并且设计让他被杀死。这个看起来天衣无缝的计划，也因为这样子，大卫就可以夺去乌利亚的太太拔示巴，将他迎进皇宫之内。大卫王其实是被冲昏头，被色欲冲昏头的时候，他忘记了他生命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个因素就是上帝。我们常引用俗语说，人在做，天在看，但是很多人却忘记了这一点，总是以为自己所做的可以隐藏起来，可以不被知道，不被看见。这样的人都忘记了上帝的存在性。耶稣基督在对门徒们所说的话当中也这样提到，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1到第3节，我们看到的记载，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伪善，遮掩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话，都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室内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隐藏的。
人的计划是不能违抗上帝的计划。就如同我们对法律的了解，一般的律法不能违背宪法。就信仰来说，其实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信仰的宪法，上帝的计划就是我们的方向。人的计划不能违背上帝的计划，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了。在新约非常重要的一位使徒保罗，他是非常有思想的人，他也很有计划，也非常有愿景，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顺服的仆人，他谨守上帝的旨意，不会去违背他。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呢，我们曾经看到他改变自己的计划，就因为他说圣灵不允许。我们就以《使徒行传》第6章第6到第10节的记载来回顾保罗的顺服。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到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允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样的异象，他们随即就往马其顿去，以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顺服，就是完完全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在今天的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5章记载了保罗心中的另外一个计划。他长久以来都希望能够计划到罗马去拜访，但是他说他多次遇到阻挠，因此不能够成行。那我们要想的是，谁在阻挠保罗的罗马之行呢？其实非常明白了，当然就是上帝咯。虽然保罗计划的说，可是我多次遇到阻挠，不能够到你们那边去，我希望现在就去。在往西班牙的途中，顺便去看你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他们所募捐的钱都交付清楚了，我就去到你们那边去，到西班牙去。事实上，如同他想要去佛吕加以及加利太一地一样，这个上帝呢有他自己的计划给保罗。所以保罗又说了，可是为了接济信徒的事，我必须现在就往耶路撒冷去，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教会乐意捐出一笔钱来帮助耶路撒冷信徒中穷苦的人。最后他就决志这样说：上帝若允许，我就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看你们，在你们当中休息一些时候。愿平安的上帝与你们各位同在。阿们。这是保罗自己在描述他的计划跟他的顺服。人就是要顺服上帝。我们再看我们的现实面，就是前几天台湾的东京奥运选手出发到东京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插曲。那些带队的行政人员搭乘的是商务舱，而真正辛苦练习要去参加比赛得奖的选手们却搭的是经济舱。这当中当然有一些误解，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引起社会的打法跟批评。我相信原本这些行政官员都以为没有人会知道这样的事情，或是根本没有人有他们的办法。在过去的官场文化来讲，这个
就如同一般一样，这是完美的计划，却是被一张相片给揭露了。我想，正如大卫王一样，他自以为自己完美的计划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能够有他办法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上帝都知道。这些事情其实很值得基督徒你我的警醒，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的计划，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计划是完美的。基督徒真的只有跟随顺服上帝的计划，才是有智慧的。